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，民众党的前主席郭文铁昨个开羁押庭，台北地方法院维持原交保是裁定交保，再起郭文铁再度到法院来开庭。郭文铁当年竞选总部的财务长李文忠是以证人的身份来出庭。李文忠讲，伊并无经手任何的党务甲财务，会恢复到朱阿虎有关政治现金的消息，嘛只是代为表示感谢尔，并无清楚其中的含义。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是批评检察官所问的问题，甲案情无关，是咧政治攻防。记者伫问，拢无因前民众党主席郭文铁维持交保裁定的过长工，过去台北地方法院开庭。有经手不可的账吗？同款被传的也有当时做郭文铁竞选总部的财务长李文忠，伊是以证人的身份出庭。李文忠甲检方讲，伊捌做台北市政府的顾问、博一个董事长，也毋过无参加民众党党务财务有关。郭文铁捌传消息给伊，伊扩大交陪规划竞办的人力。李文忠因讲，郭文铁只是交代伊将捷运做好。检方又搁提出朱阿虎的消息，讲小心找人捐钱，并且讲到想要见市长来问李文忠。郭文铁的律师有意见，最后李文忠是因讲感觉对方是要捐钱。为什么问来问去，要问李文忠？对于台湾民众党的党务，对于台湾民众党的财务，是在司法程序上面做政治攻防吗？有关检方捌质疑郭文铁交保以后接触证人，因为台北地方法院总裁庭中清楚界定甲证人的接触原则，袂当接触的，敢若含也未问完的，像民众党的苦妇黄珊珊、杨秀菊。若起诉书证据的清单所讲的证人，日常会当接触，也毋过袂当恐吓问案情。如果全部曾经接受讯问的人都是不能接触的范围，这显然是有点扩权了。我想呢，把一切明确化来说，对我们来说是最好的。也就是讲，郭文铁目前袂当接触的，除了共案的被告以外，还有另外14名证人。北检是不是针对证人的范围，搁提出控告，要伫研究甲讨论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